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农历历是底下一个日月的日，农历6月19日正诞辰，这不是诞辰哦，是成道纪念日啊。生日是农历2月19，出家是9月19，成道纪念日是6月19。祭是密字旁的祭啊，名词的祭跟动词的祭不一样。右边病毒消息，人民安康。左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底下还有6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还有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也有念 Om Mani Padme Hum。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也有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口字旁加一个宝贝的贝，口字旁加一个羊，看到口字旁加鸟。Om Mani Padme Hum， 现在看到的字是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诚心诚念就有关系了。